多謝主席。局長，我個問題編號係322，然之後答覆編號係098嘅，咁主要跟進翻係醫管局對於一啲常見嘅手術同埋疾病嘅成本，咁我知道係冇數字冇答案，否則嚟講都應該回答咗啦。咁我想講出嘅點解我會問呢條問題，因為實際上我哋睇由2014至5年，當時醫管局撥款係498億，到咗而家已經係成1000億，係倍翻咗。咁但係亦都唔見話我哋嘅工作量又好，或者係人手又好，都有倍翻。咁即係若果你話啲嘢加價加得咁犀利嘅時候，咁我起碼即係撥款嘅時候，我諗市民亦好，立法會亦好，都應該係知道到底個成本係咪真係上升咗？譬如係10年前做一個膽囊切除手術嘅成本，同現在嚟講係咪唔同呢？10年前處理一個譬如心臟病發嘅病人嘅成本同今天係咪真係相配咗？我相信即係我哋都應該要知道下，你買乜嘢都會有個 spec， 但係好似而家我哋買醫管局嘅服務呢，就俾唔到個 spec。咁答案之中亦都有講話呢個唔能夠同私人嘅體系比較。咁我諗唔係話想同私人體系比較咁簡單，而係希望得到一個成本，等大家係有得知道。咁呢個係我第一個問題。第二個係問題編號係331，而答覆編號係104，呢個係好技術性嘅問題嚟嘅啫。咁就係問關於而家我哋唔同行業嘅醫療衛生界人士每一個行業嘅幾多人數啦，同埋每年新增嘅人數係幾多？其中幾多係本地，幾多係非本地？咁我見到2022年中醫呢，本地培訓係105人，而非本地181，即係非本地係多過本地啦。咁之後嗰兩年都係嘅。咁而之後嗰兩年本地嘅人數係分別係73同埋91，但係實際上可能我啲數唔係好準都唔定。但係因為我知道就係本地3間中醫學院加埋先係得84個學額，何來有105人同埋91人呢？唔該。好啊，兩個具體問題。關於醫管局個別嘅一啲病人個全成本嘅一個估算呢，確實喺現有嘅制度入邊，我哋嗰個財務各樣嘢呢，就係冇呢個咁嘅數字嘅。不過呢，喺我哋個即係醫管局嘅私家病人啦，又或者嗰個叫非本地嘅居民嗰啲NEP 非本地嘅居民使用醫管局服務嗰度呢，我哋確實係有一個咁嘅費用個計算喺度嘅。但係嗰個呢都唔會好似你所考慮嘅話，即係逐個唔同嘅手術啊，膽囊切除手術啊，而係用嗰個住院嘅總體嘅費用啊，嗰個去到計算嘅。咁我哋喺下一步醫管局個收費改革個入邊呢，亦都會檢討呢啲非本地居民，以至我哋嘅醫管局個私家病人嗰個收費嗰度嘅。喺嗰度我哋可能會有一啲更加精確嘅數據喺度嘅。不過林議員你提到嘅，你話過去10年20年心臟病人嗰個治療係咪唔同咗呢？貴咗呢？我會話應該話係嘅，因為呢以前有啲係確實係冇得搞嘅，而家有得搞嘅。以前有啲係遲啲去醫嘅呢，而家呢有得去治療嘅。一個我相信你都會知道嘅，亦都係醫管局而家推緊嘅就係個胸痛中心，即係佢話講心臟病發嘅一剎那，如果你能夠早啲去得到醫院，而醫院又有一啲咁樣嘅標準嘅治療方法，綠色通道呢，能夠好快咁入到去導管室度幫你通波仔，通翻條血管呢，其實個康復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喺個收費檢討度去強調啦，急症室嗰度佢哋能夠要發揮到能夠提供呢種咁嘅服務。醫療人手，關於中醫註冊嗰度呢，我俾中醫專員答啦。咁啊，主要就係其實中醫喺香港呢，好多係真係內地畢業嘅，佢哋考翻呢個試。不過佢哋入邊呢，亦都有好多係香港居民嚟嘅。我俾翻中醫專員。好，鐘專員。
多謝主席。咁關於呢一個考試同埋註冊嘅人數，點解會比呢一個即係 approve 咗個學額84人會多呢？其實就係因為呢，其實咧大學入邊係有一個咧彈性咧，可以用佢自己嘅資源咧係收更加多嘅學生嘅。譬如話喺2023-2024學年呢，實際咧係入咗去呢個中醫學學位嗰個人數咧，其實係102個同學嘅，咁係多於咧嗰個核准收生學額84人。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咗原來點解會多咗人咧去考試，其實個原因就係咁嚇。咁另外咧，其實係其中一間大學咧，香港中文大學咧有一個中醫學嘅碩士課程咧，咁其實就唔係呢個即係教資會去直接去批核嘅，咁所以其實嗰邊嗰啲畢業生咧，亦都會參加考試，所以個人數係會多咗嚇。多謝主席。